优雅。哎呀，可以帮放点音乐吗？华尔兹，我们这边可以放。古典乐，古典乐。慢慢做啦。对啊。哎，我们早餐店，哎，对啊。哎，早餐店是你要赶时间，不好意思别加哦。 80岁。 你80岁，你不用给我做效果。我们这组太夸张了。对，老实讲，用猜的不要讲。连她老公都不知道她几岁。我老公也用猜的。我74。不可能！你该不会也有7了吧？我70几了。76。你也是啊！我不敢站中间。远远看以为你们3姐妹。对啊。奶孙哎。 伯克莱大学毕业，现在在上班了，曼哈顿上班了，都可以。曼哈顿情缘。对。妈妈。哎，太快。帅。很像那个欧巴。哦。什么俊斌的是吧？卢俊斌啊。对了，俊斌。姊妹胸卡大东西。罗伊姐尬自主，臭臭嘞。耶，猛超猛超。 哎，应该还怎么改不？就是叫外国腔啊！哎呀耶，懂听懂听。是 rapper 是吗？好，因为呢，刚刚就讲到了，徐师傅呢，今天是好姊妹啦，好姊妹哦。因为呢，今日来参与嘅参赛者，同都都係好姊妹報名來參加哦。哎，真緊哦，記得大擺哦，讀到嘅六人嘅細節哦，盡做通樂會。哦，而且家都同勇士嘅前因為先識到好啊。嚴峻哦。係啊。唔敢水哦，因為這個髮型會亂聽，所以都得個趴水。對，所以當咁請所有參賽者對你節目嘅從事啊。大擺嘅嚟報名自選一出去哦，啊，馬上秒殺。我唔知，當其他等下可能家就帶來嘛，介好了老太茶分享。不過到下之前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。先先來分享到嘅係你啊，牛放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講嘅大家好。我有呢個好寂寞。對。我係好兄弟李志六李師傅。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資料。阿梁國寶。三號來呢來分享啲風趣嘅參賽者，係來自台北太陽區嘅表姊妹哦，賴靜英以及黃麗麗大姐。歡迎。哎呦，動力盡先哦！等一下，他們大有來歷，等一下上落台起啊分享。好，來看一下白腔兩組係來自新北新店嘅表姊妹檔，記得係張玉健、莊宣德。歡迎，哎呦，這個頭髮大概 set 到了很久很久哦。今天呢，四個參賽者除了係好姊妹以外，全部都係講什麼？全部都係欣賞啦。謝謝朋友，你看。麗麗老師哦，教理工科是嗎？對對。哇，學生都讀係誰來嘅？誰來嘅？你講嘛講？機械製圖。機械製圖。對對。哇，教了28年半。啊，你所有的青春都全部學生都記得咧。嘿，唔係講條白都要告訴你是兩年，有乜嘅你印象較深嘅事情嗎？高中學生嘅哦，上下叛逆，叛逆家下我是個告嘅媽媽講，佢唔轉不卡逃家，咁唔轉不卡，跟兩個生講你吼不卡年輕吼，特別就瘦出售賣體啦，賣體嚟啊！哦，嗰陣時我就咧就落家朋友講，人家不卡去賣咯，夾轉不卡嘅，佢賣哦，賣轉咯，這一招很強啊！你不轉不卡吼。是魔法沒有，夾轉不卡，這樣子達到我們大家的目的。麗麗姐，你有下猛藥呢？這樣係你兄弟來風範嗎？對，哇，這個全台灣的爸爸媽媽一出學起來哦，我還是吃到眼尾我強哦。係咯，迄個眼不卡，因為點點數的把眼我超強。啊，6歳都有跳舞啊？我6歲。哎呦，跳哪一種啊？動作種，摩登跟拉丁都有。拉丁。等下有幾張看人家的一片駐車，一片跳舞。好，因為白腔倆最後第5場咧，要帶和諧的來了哦，來，這個也太澎湃了吧！我可以特別選芋頭的嗎？對，你看52哎，因為寫嘛個？這個紫色的應該是紫薯，整整特別周哎，今朝選特別周哎，是誰開早餐店？你是早餐店阿姨？哇，早餐店阿姨有這麼漂亮？對啊，在哪裡？在新店。我剛以為你是什麼夫人呢？縣長夫人之類的。第一夫人。係啊。所以你要覺得人家點地不會照拍啊？這個是必點的。再次證明客家女生。
很不会做哦。不是，她很漂亮啦。不能这样委婉 Q 自己吧？我跟咱讲，刚才我们系讲时尚阿姐都系线上嘛，我们宣传有认真，你睇白系夠嘛計？哦，矮啊，哪一方面係線上？到國中誒，國中哎，哇，那更加叛逆咯，那你的學生。啊，很調皮。教文科的。文科嘿。哇。文科還兩清啊，像你就不是啊。我是文科畢業的呢。超吵的。哎，教育系、法律系雙主修呢。超吵的。確實啦，確實。好啦，咁我睇下時尚線上幾天都會搞遊戲。我唔錯，不過老師今日安尼吼，唔係愛教書哦。哎。不過今日呢，我們主持人都算蠻叛逆的。哦，超級哦！而且不但如此，老師你還會第一次面臨到被打分數。對。好啦，那唔過呢，莉亞哈呢，在開始煮菜之前，先來進行暖身 PK 賽一下。向前變困啊！這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廚料理嘅基本功有幾深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不家人之間嘅團結合作，咪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家之主快，你一家之主的觀眾朋友好，師弟吼，這個基本功的考驗又要來咯。第一回合會排出嘅係熟土嘅代表，第二回合會排出係技巧嘅代表，請就位。來，最快的女人請就位。好，等一下我要倒算3秒鐘哦，3、2、1，還有是打開來吼，3、2、1，搶開蓋。哇！你們兩個，開始啦！我是羊啊！勇啲愛搞嘛㗎？那要直接跳舞啊！跳舞。來，我大家講哦，講到速度哦，到到一比嘛嘅呢，就是打蛋的速度。等一下吼，2組都就10隻卵，10顆蛋，然後要比賽看哪一個隊伍就是打的蛋最快。那注意哦，狗槍動作哦，不能有亂殼啦，它就個亂風啊，總得懶踢。然後最快打完的人，千百度又加亮，按01還有是總得聽痛嘞。然後我們要來計算誰用的秒數係最少改。咁要10蚊不用叫的啊？2隻，因為總共5隻。那有一個亂殼到底多加幾多秒？如果有發現亂殼啊、亂風、懶踢啊，就要加5秒鐘哦。好，冇問題啦哈。應該冇問題。加油加油！準備了，3、2、1，比賽開始。加油！就得用2隻手。好的就好。哎呦！哎呦！順着。唔怕。總得停手哦。老師一碗2個，這一碗這個。慢慢來，唔怕。烤是會烤開你的心吧？對，烤開太力的。加油！哎，好奇的是，為什麼打蛋不是我們早餐店老闆娘出？對呀，技巧嘛，你平常打膩了是不是？你這樣可能還有看從業位。哦，我們少一顆蛋啊！這個。又來，總得停手。記得檢查，先檢查。用軟殼手在那經驗。這個，蛋殼先撿起來。Yes。等下你要先撿起來，不然我們還沒按。算秒數耶，算秒數嘞。好的呀。我們有 Kim Ha Hee 嘞，所以你算到2下。好，但是專業、公平、公正，是否強求不？來，紅隊先來檢查。好，紅隊哈。啊，兩摸哦，完整的哈。哦，兩。哇，大爛特爛。爛踢的哦，所以要扣5秒。加5秒哈。加5秒哦。哦，兩，好誒。哦，蛋殼沒摸。哦，兩，完整的。哦。要大下要則亂殼，要啊。加10秒。恭喜菜啦。加10秒哈。好，我看一下冷水的一片。好，一片先看一片啊。好。應該係番茄啊。沒動番茄啊。一片冇問題。我們這個也是大爛特爛啊。一隻爛腿咧。一片沒冇番茄啊。一隻爛腿過一隻亂殼。我們剛才所以加15秒。 15秒，哎，15秒。但是，這時候就刺激了，因為係 Andy 線輪涼，所以倒帶選擇係涼版呢。觀眾條件係時間到咧，觀眾朋友，風吹用嘅時間係1分18秒，冷吹係1分17秒，冷吹得到1分。
好，加油，好冇？待会真的还分差很多。唔怕，因为稍稍的看天意非常。他刚刚最重要的进行系嘛嘅，只系非常的坚强，所以我们要把刚刚打的蛋捏下下来打做卵皮。要比赛看看。马沙族的卵皮哦，该技巧还有熟土最佳。那注意哦，我们等一下做3张蛋皮，洞哦，总得就破洞哦。韩国要非常的弯紧，破洞啊，我摸弯紧啊就会更苗。那没有什么不拉眼的问题吧？会扔咯，会扔咯。不是，它也哦，一天我太个按用音啦，要跟脖子一样大，老公的胎飞差不多，跟我的脸一样大啦。那很难操作，比例是你的脸就比脖子大了。基本上没问题了哈，老师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等一下马上就来比赛喽。最后一个回合，斗台马上会让比赛抢开始。哎呦，开火也占秒数哦。软了。斗台要太火，也系细火。两边的火大小现在都是大火。打散掉好贱哦，会吗？打散掉。我们先做完3张蛋皮的就赢喽。该油没准备强斗哦，油准备强斗已经有油了，听说有油了。不用看对方。分3个。对，我做3张卵皮，做得落去绕一下，因为莫停喷，泡，要转到平转。加油！扔咯，动电。加一点。莫拿是做得干，然后用补位，对，用补位哈，用补位。该别下火哦，火注意哦，火注意哦。火注意哦，唔怕，你係早餐店老闆娘呢？差幾點？差一點咪不容易。韓國等下變面真係真功夫嘅細節咧，稍微緊招，其實沒有加油，你們冇辦法變。做得，長度做得變的啦。是不是康佩你不做？順湯涼面都是切熟啊，它只要有做出來就可以了，我們又不管熟度，要熟是嗎？冇熟的，他嚴重啊，他以為100個變面咯，要翻面咯，要翻面才會熟，要翻面，差不多嘞，你怎麼用手沒做得變呢？龍哥他做早餐的，對，所以你這邊是熟的，但是你這邊還沒，你有沒有看到？他翻了，他開始翻了，給他翻破，不要急，你不要抓我桌子。來。哦，不要看他，把它倒下去。我們專注這個，走這邊嘞，可以翻了。還沒。老師，要跳手嘞。对啊。老師再倒太少，太硬太少。慢慢的剪，太硬太少，可以補。好，等他的時候你一邊翻，把它弄平，用手。不用，走這一招。啊，可以。你要不要耍帥？對，好。我不要動作。用偏的，走對嘞。偏的。其他都擺盤的嗎？按你就看唔會爛啦。唔記得放油。不是，怕。你係不粘鍋，不粘鍋走的。哇，姐姐好省時間啊！她已經第一片煎好些，第2片是好煎哦老師加油哦！我們等下再來整理它，先做第2片，還要取油嗎？你就放着。繞看。我們這一次蛋表用手少一點，用手用靠，這樣會太多嗎？手太少，沒關係，你先用補的，先等下用補的，對，不夠，哎呦，黏起來嘞！穩穩的來，嘿，黏起來熟的，老師加油，加蛋液在中間，對，用補的，加蛋液在中間，一點，蛋液。聲音，好，停。姐姐，我們放心，他們已經自亂陣腳了。沒有。姐姐真的好優雅。對啊。可以幫放點音樂嗎？華爾茲，我們這邊可以辦。古典樂。我慢慢做啦。對啊。哎，我們早餐店。對啊。哎，早餐店是你要趕時間，不好意思別加哦。我是多你吃2波的。我也沒吃過。那你不能吃，因為你的肚子快要換制服。哎，媽嘅雞絲。這邊它就孔，拿就來補啊！哦，落去補啊！哇，姐姐你好聰明哦！那個一點點而已啊。原來見轉就會見補啊！再倒下去，我讓它蓋一下，燜一下。先玩彈珠。好，下一個，去弄下一個。下一個啊！先讓它燜一下。老師你好厲害哦！燜一下。不用油，老師油沒關係，油沒關係。這個，轉一下，我們要贏。
多一点，多一点，用手比较好。哎，组合，哎，可以，就这样。你还没差不多，还有点干哈？上张时候嘞，先上张时候嘞，边边啊，你等下害死怂的。听那松下看我挺头，我还会挺头做对。哎，哦，对他刚有事，我们姐姐很厉害，第二用绕一下，你好泡哦，声音调，你好比较薄泡哦。哦，加油加油，我们稳稳的赢，稳稳的赢，好不好？长，你要不走，长对。该片见你给我找的，我们12片了，12片了，啊，你有2片，13片的呢。不要搞笑，很吧？我们刚才说一分，可以翻了，来算一分，用手。还没吧？你等下莫难睇了哈，时間很有誒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好。好，好，第3招，等一下我们再扁面呢，先煎。哦，加油，不要破，莫難睇，帮你全部，點，难得嘞，用个3哦，一点点，真的只要一点点，兩枚，補一點點，好，就这樣。你喺個硬角板裡面摸兩會唔會熟？对，摸熟哦，不摸熟，摸熟嘅哦。等下再翻一次，对，再翻一次，老師你好聰明哦，謝謝。再翻一次，再翻一次，你再翻一次，再翻一次，现在再翻一次就好了。你们好紧张哦，没关系，这边没关系。现在都最后1里路了，再翻一次，啊，对，翻回来。啊，对，就这样。哇，你好聪明哦，1、2、3，好，按个手嘞，好，顺的来，我们赶快先不能再算，因为他那边等下如果有破掉什么，他们是会扣掉的。好，来停放，你现在立，用2秒时间帮我停放。我们绕款，那可以绕款了。时间懂吗？举手算。好嘞，慢慢做啦。对呀。哎，我们早餐店，哎对呀，哎，早餐店是你要赶时间，不好意思别加哦。我们是比较乐活的那种。对，那你们可以把我们这里剪掉吗？对，一人一个，总共8个。不好意思，没有这个。 1、2、3、4，嘿，8份早餐。姐姐真的好优雅，对呀，她真的好优雅。可以帮放点音乐吗？华尔兹，我们这边可以放。古典乐。很完整。重点是西建的问题题，还有优雅度啊，优雅度。的那个。 嘛，哇！妹妹，干妹，那个我们不在意了，不然我们没关系，倒水看看会不会漏过去。好，敷臉看看。啊，有人笑到哦。好，兩下就幫師傅咧檢查一下到底敢唔扣，敢唔動翻轉哦。馬莎聲，風水線。我們這個真的蠻漂亮。你咪攞看下看一下哈，好，看下看哈，來兩隻。 你不要拿起來手。給鏡頭看一下。安樣嘅，有啦。這是氣孔。對，走對了。按左套，按一地，按一張哈，來，看下檢查哈。老師，你要。好的。 OK。做對嗎？6，莫緊。 你不要再晃了。大家有看到嗎？這邊2個。好，唔怕。那個是氣孔，那是蛋白。師傅你不能這樣。公蟹菜。真的不能。加5秒嘛，做對嘛哈。兩渣嘞。有哈。兩渣啦。兩渣好，我2渣。明明是2個。做對了哈。這 OK。這個可以。這是因為煎的過程唔怕，加個迄整件別克。這樣總共。我不接受。 10秒。加10秒。好，我你要片啦。T D。 走對吧？兩個體控，體控的唔怕。體控才開始標準檢查它，對不對？檢查。好，來體你這。好，走對。你又好幫我，好不嘞。這個扣分。哎，美娜反應你最愛的。來。摸啊，奶就。我們這才是高度技巧嘞，俺跑康走的摸破。這比我們厚吧？對。走對。走對了。跟老泡冇關係啦。有洞嗎？跟摸。 摸了，他只是他泡，不是啊，那是筋膜爛啦，筋膜爛，好很棒啊。噴老泡冇關係啦。水木一片，走對了，注意這樣就會抓。哦，抓嘞。你越弄越大哦，雙人徐。係啊，你就你也算有夠嘅。啊，老師啊，加5秒，我們加5秒。到底水木用嘅時間係幾多咧？風水用係7分02秒，冷水係8分28秒，風水係多幾分？各得1分呐，公平呐！哇，真嘅冇咁簡單呢，又大亂又剪嫩皮，老師真的厲害，還要不破洞。嘿呀，等一下導播一卡，我們就把它吃完哈。是強強，他剛已經強的進些。我們超現在暖身完畢之後，今日來看一下Andy阿子良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，我來睇起家分享咯。主廚素魯菜。 今日呢，係請到你嘅海龍王阿子良師傅帶來4個料理，我來睇
开启给大家分享。不过各位姐姐们，大家要看详细哦。里面呢，等一下有随堂考，还记不记得刚才是各得1分？嘿，能够胜出就要靠这里哦。加油喽！就结束了。没有啦，来，给妹带来催眠还冇该？有没有做迄客味沙沙酱薄饼？哇，你也天时动好学的这个客味沙沙酱，用哪种食材？这主要的食材有呀，下公的洋葱、香菜的、葱的。锅子洋葱，啊个各种椒、苋菜、盐丝的、红黄、甜椒、青椒，个个。多马豆。主要的也係薄饼，客家的红曲薄饼。哦。也係墨西哥辣椒切片，啊，較特殊的，個檸檬汁，個有意大利香料，個有泰式田雞醬，啊個有客家嘅蘿蔔乾。好。也係一開始咧，先要老要蘿蔔乾，不用係以乾炒哈，煎鹽水。菜脯，一條東西要煎入。哦，啊，蘿蔔乾已經變到變色嘅啊，變到就會炒嘅哈。菜脯唔是老油先炒，乾炒，乾炒，要不要？炒哦。一般來講，最簡單的沙沙醬，它清楚而有嘅元素就是 tomato、香菜，還有芹菜炒嘛。哦，快得辣啦，還有 tomato 啦。我哋看我們用係黃色嘅檸檬，萊姆咩都得。還冇按酸啦，係啊。也當邊有姐姐做過沙沙醬嗎？有學過嗎？有試過嗎？墨西哥薄餅嘅有啦。等一下你是2分，我是各位你是2分。我也沒吃過，我也沒吃過。那你不能吃，因為你的肚子這樣懷孕了，快要換制服了。你馬嘅雞絲，要切腰來哈，等下泡鹽水，等下要過濾啊。哦。準備按到嘅椒係味道什麼好看啊？誒，什麼個會增加嘅米絲啊？哦，一炒到樣板，炒必走來。所以就可以學菜脯先落去浸過水咧。冇人，我譬講係要4個水啊，對喂。你用啥煮出來真嘅像琴瑟和鳴？真的嗎？她就你的好姐妹啊，方哥，天作之合。那乾炒那個菜脯嘅時間要細火嗎？就是你不會變糟，你慢慢的炒完嘞。然後下工要俾下湯啦。有跟他去背去腸泥了。有。蝦子下去以後，火唔可以調太，等下差唔多就關低定用煎咩。哦。一般來講，沙沙醬撈海產客夾梅係哦。誒，一般係安尼，紅黃椒一定要經過鹽水。其實就有些像嘢煮菜嘅方式，那比一般少熟嘅，熟嘅啦。為了你走了，好漂亮哦。對啊，白辣別薄嘅嘛。對啊，就它。白辣別薄。從體積骨開始。墨西哥辣椒會難嗎？嚟都標嘅。哦，因為我打白皮嘅潛艇堡該只點呢，我都說我買墨西哥辣椒。做乜呢？因為點怕會辣的。我丟6塊。我一次機會都給他吃。好啊。所以待會我的那一份，是會有最多。啊？會聽到嘅。對。還是就只有墨西哥辣椒？哎呀，tomato 嗰個墨西哥辣椒，嗰個也係起前叉，起前叉，嗰個嘅鹽絲嘅。代表。起前叉是代表。冇嘅唔是，係個細個嘅。客家料理的代表。沙沙醬也是起前叉。哦，那好。嗰個呀，不用好了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所有的菜就多多油油啊，嘿，也來調味。跟熱天來是凍好誒。係啊，熱天來是凍好。用到變相地步嘅嘛，洗在上嘅時拿出來。可以加紅酒醋嗎？紅酒醋沒有飲標都得。哦。巴沙米果沒都得。那是什麼？呀，這個是泰式田雞醬。那你剛剛講那個是巴沙米可醋了。呀，這個調味。嗰個也係檸檬原汁。還有帶一點果肉。對。但果肉會比較甜，對不對？不會。不會，一樣酸。還是酸。哪裡來得到？比較有欺騙自己的部分。意大利香料。巴西利。啊，一些鹽，一些糖。大概其實都不卡不應該多利多汁沒做的吧？啊，對，那就看過很多餐酒館會這樣子，省成本跟增加利潤。沒有省成本，那就是人家的料理。那個青菜要比較多嗎？tomato也很。其實要看個人的喜歡啦，係啊。喜歡什麼就多加什麼。對，也變個變嘅單獨，所以我係厲害。水利。啊，一般的話唔是啦，哈。還會潮濕啊，還有會出水。這個黑控有沒有？
夏天呐，唔想食饭的话就做的走2个。哎，大枪是冻喉血的。开胃菜。比较开胃啊。那除了走的走的加表硬哦，还走的，它如果吃剩的还可以怎么吃呢？配其他的料理。你讲厉害啊？对啊，沙沙酱。法国面包。法国面包摆走的啦。哦。猪排，炸猪排，只要是油腻啦，油腻解腻。啊，可以包刚才蛋皮啊。哎，哦，啊，榴莲等下昨天包蛋皮馅。对啊，可以包6份。被我吃完了，谢谢。啊，真的。好，排泄了哈。我们等下切柠檬哈，来出一下题目好吗？哎呦，出题目讲清楚了哦。他讲自熟以后变风的，是因为乜解呢 ？A. 虾膏的色素会使虾子变红。B. 他讲地北虾红素耐高温。C. 他讲的体内蛋白质拄到少，时间会产生红色的色素。好，我们先各派出一撒了，猜拳好吗？好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风水先来讲。老师通常会变色，因果黑老乱泡这有关吧？像是肉会变色，不都是蛋白质吗？可是那是氧化吧？那哪是啊？那我选 C 好了。你喜欢选系 C， 确定吗？相信直觉嘛。好，风水选系 C， 咱最想的 A 跟 B 2选1，哪一家 ？A。到底答案是乜解？答案是 B。你认真？这个真紧，这个考。哎，真的是 B 耶。真紧哦。好解释。好。虾子里的虾红素耐高温，但耐高温通常会变肤色。 80岁。你80岁，你不要给我做效果。你们这组太夸张。多岁？老实讲，用猜的不要讲。连她老公都不知道她几岁。她老公也用猜的。我74。不可能！你该不会也有7了吧？我70几76。你也是啊！我不敢站中间。远远看以为你们3姐妹。对啊。虾子里的虾红素耐高温，但耐高温通常会变肤色。好，因为该他讲的色素的细胞下锅预热一摇一摇，因为高温大部分的色素都会分解掉哦，只有该虾红素降少，耐高温不会分解哦，让会出现红色。风扇溜电的其他有啊，真紧哦，拢错哈。好，平手，平手，平手嘛哈，平手。很难选哎，可以2个都选掉。对啊，所以用红曲已经为他家已经好是风曲的。嘿。莫烟你是讲走马吗？嗨，走马，走马。你还得不会做走马按摩？每一线可能是讲看花哦，走马看花哦。每一线。像我们那个小孩子一出生有没有？我们都要红曲跟米、莲子。 那是磨粉，就是用给小孩子吃的。真的啊，这么小就可以吃哦。红曲一出生就可以吃。你有吃？我妹妹爱用健盘来尿床啊，也给我吃那个。好像有帮助。红曲是一个很好的东西。哦，不用下工哎。哇，下工了，不用上了。短悠悠呢。1米下工哦。很好哦。记得哦，这个红色是为什么？因为这就虾红素做的溜电，其他嘅什么？ 因为虾红素耐高温，叫什么？唔健体嘞。柠檬不用上去，过来一些糖呀，哦。那么。哦。按切到咸味酸啦。啊，柠檬会切到泡泡片哈。哎，泡泡的，啊，只是我给米西老个海参综合啊呢，一冻掉就会有焦化。焦化。 韩国俩东西好啊，串烫都爱用啊，在客人面前炙烧，不记得剖线洞。餐酒馆对的话，那个很有画面感。烧好以后就不用葱的东西啊，凉哦，葱花点缀。哇，这个很适合拍照。但是许师傅他就会放食用花。食用花对。他会放金箔。哎，用地了，你太早破梗了。好，今天的客位沙沙酱薄饼。按钮就后塞喽。 太
海港英国喺 T 100看到10道呀嘅客家米絲嘅沙沙醬，係啊，入面有拿嘅蘿蔔乾，嘿，點炒的？叫他來吃吃看呐。好來，強下先啦。哦，再次證明不是靠顏值。太難吃。好了，這次算吃的優雅，好什麼？一種好吃，沙沙醬、蝦貢還有個餅乾哦，一起吃的口感，哎，層次很豐富。咁合適年前來食。下館嘅同檸檬食起來，截片唔相同嘅味道，好食，清爽解膩。昨天用那个吐司来代替了，哦，吐司代替也可以。吐司烤一烤哈，其實哦，佢而家全部嘅沙沙醬調起來，上愛都而家用嘅沙沙醬哦，是用嘅紅辣椒，啊，佢當聰明上面用嘅墨西哥嘅辣椒，是都含袂辣，啊，尤其酸酸，因為佢全部嘅比例調到當哦，啊，尤其係檸檬又炙燒過，冰凍炙燒過，是都當好食。係啦，各位先生食體脂嘅吼，等下整咗會變起來咧。頭前呢比賽成績，風吹到南區各個一比一咯。變起來，馬上來進行最杯麵一館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，兩嘴這等子聽嘅題目，啲寒天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家家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點上做咯。最杯麵一館係家家出好菜，我來看一下兩組帶出物嘅自家嘅秘密武器，我來好好表一下嘅嗬。來，先來問一下馮翠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？韓式泡菜。哎呦，乜人做嘅？自做嘅。該不會你就是韓國的歐尼？係啦，自家做一下嘅韓式泡菜，加用呀，我來帶來最杯麵一館嘅菜名係乜嘅？韓式泡菜炭狗豬，哎呦，關鍵字哦！該帶一片不一片粥，一片挑炭狗嗎？不能讓我們失望哦。等一下呢，設計長來看一下，老師最杯麵一館呢，好，剛剛係平手，然後姜條講一下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好，稍稍來看一下，咱們呢一片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咯？滷雞肉，滷雞肉，那看起來是入洞球哦。昨天晚上醃的。那一定是為到 energy 家自主來錄的哦，對不對？一定是。對。你都要給你帶來個秘密武器，我做個料理全面按到嘛計。醬燒雞。醬燒雞。哇，台灣人最好食嘅一套料理，等下最尾一罐我變起來哦。好，看一下鏡頭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加油加油！兩次都已經準備好勢呀，看一下四個醬色模嘅標準料理，乃做個卡針掉，馬上嚟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做。稍稍開始了哦。哇，兩片單親芒強用嘅料理。哦，一個係豬肉料理，一個係雞肉料理。一個算係下韓式的，一個係台式的。還是，對啊，不一樣的。來看一下。一個是理工科，一個是文科的。哦。來，這邊等下開始算重量了哦。老師都在做乜搞很多炭狗豬啊？挑來挑去，群頭絲。叫我挑來挑去啊？用來挑，就是樣子啊，樣子這樣跳來跳去。誰的樣子？炒會是這個樣子。豬肉的樣子。哦，豬肉的樣子。這個鮮的豬肉係哪個鋪邊呢？每條肉。看哪一組啊？看人。韓式嘅泡菜，那台式嘅泡菜最大的正差就是它是用台塔菜，台式是不是比較喜歡用高麗菜？切絲。台式係用高麗菜較多。台式就會變到嘅臭豆腐嘅豆皮係當好，真麻煩，好像絕配一樣。動麻煩做啦，去搞安尼個台架是會搞。地婆又加蘋果泥嗎？有哈，是不是有加水梨？我聽過人家水梨沒做在，蘋果泥沒做在。這叫咖喱泥皮啊！基本上可以加水果香發酵。啊，你並冇被發酵幾種嘢？2天基本上會發酵啦。2天就夠了嗎？要看天氣。所以它不是另外加酵母菌，它是用天然的，自然發酵。難怪。還用加韓，你係加韓式辣粉還是韓式辣醬？韓式辣粉。哎。所以這個其實老人你客家做嘅有冇滷鹹菜啊嘛？都是用醃製的。異曲同工之妙。對。客家滷鹹菜時間它係久啊。因為好像有人就喜歡吃它更酸的那種。太久我太酸了。哦，我一吃發酵。一直發酵酸。讓它泡出來很會勾芡，等一下才要下鍋，對不對？對。那我們待會再回來了。好啊，我們先看一看。好。
Hello 哈，信上好。是。那里面给我偷偷藏什么呢？给鸡肉，给牛。偷藏鸡肉。但是为什么要盖锅来煎呢？这是用焖的，对，油才不会喷出来。那我们的秘密武器腌的鸡肉就用个威廉同醬油這兩種，冇其他調味料。簡單的調味啦，就調味。開一下嘛，對，大概開一下。哇，有沒有？這是小鮮肉呢。對呀。哎，它有那地方豆哦。剛才有，哎呦，鍋子太大火了。對，我可以幫你調小火一點。等下那個刮掉就好了。好。太晚開曬了，不用通落去煮。龍哥，你為什麼那麼晚 Q？大家想講英國會煮好啦，英國會開。所以而家下部係椒係啊？要放啲椒，係。老實講哦，這個你老公最愛吃哦。小孩很愛吃。對。是小孩沒有骨頭，對啊，非你肉女3個小孩，所以上班了。上班了，這都是已經上班。那你應該已經滿28嘍。英姐，你該不會破30了吧80歲。你80歲？49歲啦。49哦。你不要給我做效果。真假假？真的。真的啊？看不出來，看不出來。不可能吧？看不出來呢。你用來做過啊？你做什麼該？喜歡運動。都做什麼運動？每個運動都做。信上告訴就安用天拿粉筆的時候就在練做菜就唔會哦。你怕他人漂亮就好，不用做菜。老實說，你都用白板筆的粉敷臉哦。係啊。到底有什麼空調啊？到底啊，因為告訴告凍球嘞，所以繞後上呢用淹水，而且他教國中的，比較接近。你不是會很生氣？我這26年，我就退休了。哦，是去凍球哦。我12歲到台灣。12歲到台灣。12歲到台灣。印尼出生的。印尼啊，你的人生故事很豐富哎。那印尼後來到某一站改變，台灣改片。來台灣讀書。哦，來台灣讀書。怎麼可能有79歲？對啊，這邊也看不出來。都應該。你先說，我等下會去查你身份證哦。你屬雞？對啊。我也屬雞耶。所以差多少輪？我以為他比我大1輪而已。哦，對啦，但老師真的不能騙人哦，因為我們那邊的老師是會騙學生的。那邊的，對對對。純敦姐，你該不會也有70歲吧？你們不知道，你們這組太誇張了。多歲？老實講，用猜的不要講。用猜的，哎，用猜的。連她老公都不知道她幾歲。我老公也用猜的。這樣全部要嗎？好吧，按月的先逼掉，等下勾勾都怎麼樣？哈，太厲害了，79歲。我們來問問看這邊。好，這邊不知道會不會願意講。對。你問。不是，麗麗老師，你知道那個對面那個玉玲姐幾歲嗎？79。有聽到。對，她確實，她不知道34年還是35年，我印象是這樣。那你我比她小一點，我74。你可能，你也7了。對。所以做老師的都是這樣。等下，還有這邊，還有這邊。好。該不會也有7了吧？他70幾，76。你也7了。確實啊。我不敢站中間。我們今天不用看他們煮菜，看他們的臉。人家遠遠看以為你們3姐妹。對啊。奶孫呢，伯克萊大學畢業，現在在上班了，那他這上班了。都可以。斷情緣。對。媽媽。哎，太快。帥。很像那個歐巴。哦。什麼俊斌的是吧？盧俊斌啊。對了，俊斌。我不敢站中間。我們今天不用看他們煮菜，看他們的臉。人家遠遠看以為你們3姐妹。對啊。我該說什麼呢？我該說什麼？沒有，我們看豬都在跳探戈。對，在跳探戈了。有在跳。我心涼了一半了。所以運動真的有幫助，運動。我現在開始慢慢跑，一邊租車一邊跑步。所以運動有長茶了。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跑是嗎？對，我們現在就一家運動。好，他們跳了20年呢。我們從現在開始跳啊。啊，那這樣我會跳到。你們還年輕呢。38歲。你要什麼？我想要油。哦，我油係啊。姐姐，你兩下蓋係嘛蓋？
韩式香油，韩式香油，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不一样，韩式比较香，很香哎。哦，它有，没黑用吗？哎，是芝麻，很多人都会打压哎，我看人家做料理，香油太香。对。那我看这个也太高了吧？没用韩国香油，香油那煮什么都可以。当初的人是看它的味道，可以给它米西某的，你闻到吗？哦，所以煮个哈干叶盖酒没做的，别用吗？雞椒係知道也要麻油，係我因為台灣那個麻油，不是用麻油，香油，也香油，白芝麻，對，那個黑芝麻。但你也做阿婆哎？奶孙诶，伯克莱大学毕业，现在在上班了，在曼哈顿上班了。外孙子，他一定会问你下一题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结婚了吗？结婚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没啊。有没有女朋友？很小，很小吧？目前没有。几岁？他属马的，我不知道他几岁。哎，属马的。属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。龙、蛇、马比你小2岁而已啊，总不可能小14岁吧？小14岁都可以，等他都可以。曼哈顿情缘，对，真的可以。妈妈，哎，太快了！来。来，直接来，你们过去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过去了，这边还没聊完。超给小聊啊！欢迎来唱我们狗，你看跳来跳去。不要听到伯克莱就那么开心。对，我们聊主菜，现在在跳探狗了。对啊。要偏小嘛？对。这个要不要？果然这个聪明的基因我遗传。加热。你们要下秘密武器吗？秘密武器已經留緊肉槍啊，挑探狗挑出嚟啊，都手上撩一下。那我幫你。好，謝謝。收盤子，收盤子收好。好賢惠的孫媳婦。啊，等下麗麗姐說，哎呦，我諗講，你個態度推杯佛差睇嚟。帥嗎？很像那個歐巴。歐巴。哦。什麼俊斌的是吧？盧俊斌啊！你別人家天堂島。對啦，俊斌。不錯，楊愛炒，待會這個是鋪底還是要炒 Q 哈？炒 Q 哈，莫款安恩哦，凍我血，豬肉安恩，同佢煮得唔啱都 OK 的。都唔會漏的啊。好，那等下個都轉來了哈。哇，那個顏色好美麗哦，而且好大塊哦。哎呦，唔驚影雪咧，蠻睇的。辣椒。吃沒太多。鸭不卡改用燒蓋度係用蓋皮妞哦。對，雞腿肉好吃啊。所以你還要幹嘛？給調味料嗎？就冇，就是啲雜梅丁，調椒。哦。而且我現在突然想到，玉英老師，你其實比賽剛才打蛋還贏我們呢。對啊，沒有那個按的動作快在那裡了。安雅嘅蟲有要標嗎？我標冇，冇啊，冇標。所以安是差不多好了呀。對。還是博士哪裡吃一下米頭呢？要不試試看？哎，我試完可能就沒有咯。沒有，只能吃菜哦。對，吃菜哦。吃肉啊。吃菜時候咧。那是哈塞地啊。好了好了。因為很好吃。文章嘞。對呀。文章哦。文養呐。鹽巴。文朗。辣。辣椒。啊，放辣椒啊！你冇食到呀？唔怕，因為鹹甜辣。好，我起波嘅哦，好。那我們最後這個把你諷刺看一下。好。看起來都 OK 耶。其實人家好像有排行過，台灣已經最好嘅韓國料理哦，泡菜豬油列前。真頂哦。就說再來什麼海鮮煎餅，拔絲地瓜，yummy，好，太好了，那準備得獎感言哦，我們就去倒數了，總進分哦，好，煙草馬上來多聲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那最半面一關，拿出避免武器做出來，那部卡斬掉嘍。煮这位料理呢，都是不能有創意，而且都拿出秘密武器。而且我覺得你們最秘密武器就是凍齡，所以給你家的住不光嘛干，我們都要吃光光，因為才會凍齡。沒錯，老家的 Q 青春永駐。我用一下，先從紅隊的來吃，這個泡菜一定要吃光。哦，好醉啊！你還摸一條牛嘛，安嫩哦。摸一條牛凍嫩，重點是也可以泡菜。泡菜，客家人。這個不是韓國泡菜，不是沒有。它是韓國泡菜，但是是台灣的2位姐姐做的。
很正宗哎。好吃哦。然后它像那个韩国的白马油，嘿，对，懂它那个味道真的很不一样。主要就是韩国的这个麻油啊，跟一般我们台湾麻油不一样。韩國你都要炒嘅玻璃菜哦，未凍切，魔鬼你都要分開落去炒，最後再叫空它。开才对。懂后生哎，食到已經會逆齡誒，我都覺得我自己像18歲。没有？喂，大家食體以後，我感受一下咱厝嘅料理，鹿蓋牛這個中小蓋，來。哦，怎麼嘅餅咧加下去很好食。這道菜應該要改叫名，它原本叫中小蓋，應該改做中小小鮮肉，好嫩。兩位老師覺得怎麼樣？我們做的？那當然取容愛去改好吃啦。自信，走的。因為不要忘記剛才是平手啊。對。不同科的在較勁。嘿。改下吼，13年得到來分數來共比一下啦。風水係幾分，冷水咪係幾分，都是來自逆齡的姐姐，都在馬上會勝出嘞，給佢看哦。風水搶不分數。我們藍隊壓力大了，給佢看藍水搶不分數。為什麼？差一點點。四分，好好的講一下，戚師傅。好，我先講藍隊哈，其實雞肉滷醃製的很好，啊，不過醬燒你是全部該壽司的做下豆豆，不去燒，不去全部的梅頭是會出來，是正常人。哦，啊，你那邊已經講嘅泡菜已經做到凍好，全部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凍過去，尤其係跟牛、梅花肉見到拄好，真去會跳探高。兩個。啊，冷水那邊就會有一些打手就會醬燒，有熟豆，米絲都很好。啊，主要風水那邊，除了個泡菜啦，個高麗菜，個個牛，給三樣合用下時間沒有違和感。個加上佢有用韓國的香油，真係會留個牛來調起來一種感覺，係所以應該風水會加一分，謝謝。也好吃，我也覺得。好了，成績已經出來，你馬上去了頒獎嘍。哇，四個姐姐咧，真係為你當皮膚，對一開始嘅一個 PK 賽，都好來料理都表現到當真的實力派的。嘿，冇錯。成績已經出來，嗱，要公布一下，總共咧風吹得到嘅係7分。藍水得到嘅係5分，先來恭喜風吹天娘得到3000元嘅壓歲錢。好，我風吹阿姐羨慕的時刻來嘍！藍水得到嘅獎品係3段制冷掛脖涼風扇，還有廚具5件組。哇，2方哦！沒有，全部送給你的哦！恭喜恭喜！恭喜！先來談一下你老師哦，老太甲分享一下心得。參加了這節目。挺歡喜，你明明讓人家孫兒推廣出去了哈。他拜不是做韓式泡菜，直接把孫子帶來就好了。會不專心哦。金英姐，你拜來參加有歡喜冇老太？當歡喜啊！盡量做愛家做得大家歡喜的出來哈。真歡喜啊！當用心來做，對不對？每個細節就顧到。和你班的超娘欣賞，2位欣賞一起組隊來報名啊！你們2個一組，老公一組，他們一定不敢贏。感謝你的，謝謝。撒下來吼，即係觀眾朋友吼，知道講，哎呦，凍逆齡的組合，阿姐老大家分享下。今日覺得就是人生中最特別的你。感覺到真係歡喜，加上今日的比賽，哦，真的是很好，很厲害。在壓軸，牛靜阿姐，我係冇煮菜嘅，你哇，我冇，謝謝有團團的妹妹幫我做。其實看到2位阿姐哦，才是我們真正的榮幸。係因為到而家自主動手就摸一盞到一個哈嘎煙，學到摸橋兩個敲妹，也讓我的耳朵耳目一新。都慣勢哦，原來每一日客會係用辦講。今到你呢來上你節目嘅時間，就老各位姐姐同樣都係體擺上天師。啱過你會發現到哦，既然係一家之主，做料理呢就會帶俾人幸福又快樂。來上節目正經係一個動心嘅體驗，要體擺就會有體二擺。南擺個小朋友共下來呀，到 V 嘅分享料理好冇？好，也挺好哦。一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謝謝你報名哦。